为疫情去年来停办的日月潭万人收桂花的活动，今年恢复，就伫这个礼拜日9月7日要来举办，偏偏拄到做风台。南投县长林明珍专工到码头来祭拜，祈求天公伯啊斗保庇，让这个活动会当顺利来举办。南投县长林明珍甲县会官员到日月潭的码头祭拜，祈求万人游泳活动会使顺利进行。以诚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去年因为疫情影响暂停，今年县政府决定伫9月7日恢复举办，有18000多人报名。造物码头今年也自管处也特别把它整理完成，比以前的场域完整性、友善性更高。防污措施也做得很好，我们要来参加泳赛的当天一定要快筛。疫情一旦防，因为风台未防治，虽然那风台步步逼近，有真侪人烦恼讲，敢会阁取消？好久没有办这么大型的横渡活动，我觉得可以如期举办。我希望是这样，因为这是1年1次的活动，而且去年还停办，所以不管怎样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再参加。虽然不少乡亲希望讲莫受风雨影响，因为为了大家安全，县政府表示讲会依照气象局公布的资料，并且伫暗时宣布讲今年收过日月潭的活动将要如期的举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